续来看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的工作人员，顶礼拜六咧巡视园区的时阵，发现2只黄喉貂金蛙虎出现伫个翠峰湖环山步道的入口处，其中一只是用喙要来夹走着游客，放伫个护栏边的拐啊。那另外一只咧，是伫边仔安尼看头看尾，大家拢讲这2只足高追的，也毋过林管处来提醒哦，讲这个金蛙虎看起来是高追可爱，但是其实因的个性真恶真歹，若真正拄着，上好是闪较远咧，较袂发生危险。画面内底看到2只金蛙虎随往天顶落蒙蒙雨，不过一只金蛙虎用规身躯力，硬要甲爬山拐仔夹走，喙无法咧，手嘛无用，甲要拍夹，伊的队友摇摇，看起来亲像伫咧睇看风头，尾仔阁看甲会哈气，有够无聊的。这是伫咧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工作人员伫咧配合巡园区时阵，看到这2只古锥的影片公开了后，需要大家讨论甲来噗噗。好像还蛮聪明的一个把风啊。那你觉得可爱吗？还蛮可爱的。金蛙虎古水面看起来真乖，不过哺乳类动物的因主要食中小型饲麟类和鸟类为主，史上会2只以上同齐活动，做一掠比家己更大只的动物，所以因的性地是真歹哦。它生性是还蛮凶猛的，提醒民众要注意跟它保持适当的距离。时节到秋冬，即摆太平山翠峰湖雾气真重，水敢亲像仙境咧。台湾山毛机步道的风景渐渐变黄色的，成真侪民众来遮爬山。即摆若是伫咧爬山的过程，拄到这个古锥动物，提醒大家远远看着好，莫甲因惊着，嘛莫甲因吃，这是疼惜因的方式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